天我们谈谈统一，怎么统法，什么原则来统，什么指标来统。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一定是大统小，谁说的？为什么不给好统不好？为什么一定是大统小？中共常常吹嘘我的革命，对啊，你不是从井冈山打出来吗？你不是从小开始打起来的吗？台湾为什么不可以说从小谈起呢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谈我也可以谈嘛。如果要统一的话，我们这样讲，与其说你们同我们，不如我们同你们，大家都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我们增加了2300万人，跟大陆人一样过苦日子；我们同你们增加14亿人，我们同你们增加了14亿人，跟台湾同胞一样过好日子。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大家仔细想想看。好，他也讲到说这样做可以促进台湾社会和谐安乐，台湾同胞安居乐业什么等等。我们一句话讲来，如果中国大陆放弃共产主义，接受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的话，大陆更会社会和谐安宁，同胞安居乐业。换句话说，到那个时候，换句话说，到那时候，中国大陆放弃共产主义的话，是14亿人加2300万人，社会和谐安宁，同胞安居乐业，何止台湾呢？何止台湾呢？